對塔羅牌有興趣，想學習塔羅，但係又唔知點開始，其實只要3個步驟，你就可以快速上手。第一就係認識塔羅牌嘅結構啦。塔羅牌有78張，好似好多咁，其實佢係分成唔同嘅組別，有大塔羅同埋小塔羅。大塔羅就代表咗人生嘅重要課題，例如戀人牌就係感情嘅選擇，死神呢就係結束再開始，而小塔羅就再細分4組，包括權杖、聖杯、寶劍、錢幣，就對應人生唔同嘅範疇。其實學塔羅牌咧就唔需要死記嘅，可以話係看圖識字。例如寶劍3呢張牌啊，有3把劍插入去心臟，一睇就知係傷心心痛嘅意思，非常之直接。第二就係學習基本嘅占卜方法啦。新手最容易犯嘅錯呢，就係亂咁抽牌。塔羅嘅解讀其實係有方法可以跟隨。第一步就係學識單張牌嘅解讀，然後就可以學一啲簡單嘅牌陣，例如3張牌嘅牌陣可以代表過去、現在、將來，就用嚟分析事情嘅發展啦。第三就係每日做一個抽牌嘅練習，提升準確度。塔羅咧最重要就係實習應用，每一日你都可以抽一張牌，問下自己今日要注意啲咩啊，記錄落嚟之後慢慢去回顧翻，你就會發現某啲牌嘅出現呢，確然係有啲類似嘅事情發生啦，或者對應咗你嗰日嘅心情。咁呢個方法咧係可以幫你建立同塔羅牌嘅聯繫，練習得越多，對於牌意咧就會越嚟越熟悉，就唔使死背。如果你想真正學識塔羅，由入門去到實戰應用，由新手變成占卜師，歡迎參加我嘅實用塔羅工作坊。